你都还记得，到了苏州的市中心，曾经有搞上海人开的，建一天是一个俱乐部，人均消费节得100块，随后吃饭打炮、唱歌、跳舞、泡仔，补一日天。少年晓得，一年也不得，人气雷空。辣海这个附近，还有搞上海人开的，同样模式的叫贡比林，还是一年功夫，关门大吉。为啥带了搿种店？到了上海开一办好一办，到了苏州开一办关一办。想一想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苏州人的选择余地比较广，东山、西山、蜀山，汤湖、洋场湖、金鸡湖，上海有个批展厅。苏州还有60几个对外开放的高地园林，而且73岁以上的人会费一门票。对于领导来讲，唱歌跳舞可遇可负。有的等了后头一那个班厢里向吃茶不住，还不是寻个看得见蓝天白云的地方。哈哈茶、拍拍展、打打飞，天平三角随便咔嚓一张，还有比登了人才边境门前按残影院味道。第二个原因，上海是个两极分化的城市，陆家嘴、牛气冲天、崇明岛、江北水平。对于绝大多数上海市民，非口里都扎到了600，开着口来哪能？住房面积基本上只有苏州的一半。特别是浦西，三代同堂有个6-7十平方米收海茶站，平常辰光螺丝壳里做台上。逢年过节，亲眷阿姨排队，开到屋里来吧，要么上衣浪多多，阳台浪向补补，擦上水跑台摘下盖。哪来山？到外头去吧，一山没山，一水没水。那么工地园林吧，还只盖一个园，大家侪轰得来是非烟气山夹出来的。那还办贡比林一天是上。第3点呢，采光苏州人的要求比较高，3餐一天是搿种地方，吃的是开年杂菜一顿的猪头，代表个中国是大锅菜，顶多比蟹饭还一点点。你讲海平常辰光吃碗阳春面、碗烂馍、鸡火腿汤的烂苏州，那还咽得下去？也是苏州人的嘴巴搿上点啊，这不当然了。南京路啦，8年来的圣斗镇，没4个上娘头子，你一块洋钿臭脱。马上开吃，还有只看见芝麻没豆沙的，心里说了是一个新辰光的菜米粉。再看看见苏州的上娘头子。现在你都晓得着吧？上海人跑台买个么子，辣你苏州人眼睛骨里，谁是个鲜花？谁说上海现在是烂大锅？别个谁杀脱个6大瓦比麻将？精致生活是千年繁华，刻了每个烂苏州内心深处的 DNA。所以讲上海人想赚苏州人的道理，没得三脚嘛，是谈也非要谈。